因为平安。咱请咱来心开始咱今仔的敬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爱欢喜快乐，就亲车进入伊的门，就懊恼进入伊的院，就来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代。咱请起立，咱做伙来念信息第7首。下调信息第7首下调，第甲其中所充满的。
我专心找你，求你唔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介入。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大惊，互你互我离开奸诈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互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累业。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探小你的律法到啥换？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会开拓，就发出根。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咱共心定头来，做伙祈祷。阮坐宝座顶的天父上帝，你的囝儿将近来到你的面头前，向你献上懊恼甲感谢。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统管一切的神。阮人算啥物？你煞顾念阮，疼痛阮，赐予阮最多福气，永远的王命。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要开喙唱歌来懊恼你，尊重你的信命到万世代。主啊，在遮，阮恳求你来引带阮面头前的道路，将你的话赐予阮，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无行失迷，离开你的介入。主啊，求你将信心赐予阮，互阮有信心的充满，会当活出基督的模样，帮助阮有害的心，有共同的看法。求你来复兴阮的教会，互阮会成做你咧世间顶的根，会当成做众人的祝福。阮的主，你是听阮祈祷的主。在遮，阮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亲身来家己医治。心内有烦恼、有疑问的、有挂虑的，主啊，求你亲身来甲安慰，赐予因平静安稳的心。阮的爸啊，阮感谢你，因为来到你面头前的人，你总袂甲办散，你嘛袂甲留下，因为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乃是一生一付。这是咱做阵用处教是咱的主导文来祈祷。我们是你的父，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意是地，我们是你的国，下面的国度，请求我们下面国度的，我的早晚之气，给我们的人来，因为我们管理不断都是受大家的攻击。阿门。咱做伙来读上帝话。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界第1章第26节。创世界第1章第26节，我来读。上帝讲：咱着做人，亲像咱的相，照咱的款，
互伊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真心、甲全地，以及地上咧所有的盘化。咱先去读到遮，即马请圣光弟带咱来学乐。今仔日因要学乐的诗歌是，这是天地世界，嘛是咧信息第67首，我心学乐上帝，在咱周报后壁，嘛有歌词，咱会当甲咱圣光队斗阵来学乐。引线嘛，请咱牧师来甲咱讲道，今仔日题目是人是啥物？
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恁带甲带领，帮助咱会当伫主日的时，咱参加倒一遍的组织。即几天天气较热，我昨出去的时阵开车吼，我毋知我著看室外的温度车顶有迄款指示嘛，41度呢。我带一个讲，哇，哪会遮热？天气热，当然咱逐方面比如讲即个心情各方面拢会小可负担所以愿主来帮助咱。天气热，当然咱有拄时啊天气寒嘛会埋怨，天气热嘛会埋怨啥物时阵，敢若亲像这就是人嘛，对毋对？人有限，咱会当去体会迄个人有限，无法度抵挡迄个热的时阵，寒的时阵，差不多秋天同好啦。但是秋天来到礼拜当做礼拜，都会拄久啦，因为安怎伤凉爽啊，伤好啊，环境气候各方面，所以其实人就是安尼，是毋是？特别咱看到即个疫情带互咱的影响，互咱真无方便，要出去，也是讲去别所在，拢会惊迄传染，拢会惊吓，这就是人。所以人是啥物？今仔日透过一个月，看到咱咧讲医疗真理，就差不多知影讲一个月搁到月底啊。咱兄弟姊妹7月份一定搁到月底啊。咱活伫咧迄个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人是啥物？我甲会记初初，我拄仔出来学会29岁，即马52岁啊，要53岁啊。哇！时间哪会过得遮紧？学会的过程，哇！我搁咧开始想讲，兄弟姊妹，咱会当来看咱的教会，一代一代，咱看即个幼婴出世，咱最近即阵都有幼婴出世，搁啥？搁有咱侪时代，有几位时代住院，人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这互咱会当去体会、去经验、去经历。人是啥物？咱看一代一代起来今仔日苏琴的是即个某某啦伊苏琴开始咧串联写的诗歌，开始咧学师。我会记来的时阵，伊还咧国小，足细汉，即摆会当伫遮来抒风。时间咧过哪会遮尔紧？人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就是要甲兄弟姊妹咱来分享。其实真简单，几句话就会当讲了，因为这是医疗真理内面咧讲到的上帝论，过来会讲到基督论、信心论，过来就讲到人论人论，论啥物？论人是啥物？当然，牧师袂用即个哲学的物件、心学的物件，直接甲大家来分享。总是牧师要用咱会当了解同简单的，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人是啥物。一开始真正样才能三个阿头来入得。听我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帮助我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主日三角组织来到上帝的殿里，阮伫遮来敬拜阿罗主。圣神啊，求你来帮助阮，会当开听阮的心，互阮的心内面迄个目睭看更较清楚，看更较了解，会当知影上帝你创造阮的秘密是啥物，互阮会当看到即个奥妙的创造。阮伫有限的年日内面，阮要安怎样回应上帝你的听？感谢主，搁一遍赏赐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虽然阮看到伫即个末世的世代，有缘有侪的遮的歹代来出现，总是主，阮相信你会听，你会公义，拢甲阮三角地地，牵教阮，帮助阮，互阮经验体会到主上帝你的听他甲公义。感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人是啥物？我相信这是咱到每有一个即个坎站的时阵，生活也是讲咱的年纪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咱开始会回想、会想象的咧想的，人是啥物？人到底是啥物？就真简单嘛，人就是啥？我先看即幅图，即幅图是创世纪的这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哇！即个创世纪的即个图，
拄啊开始用上帝甲人的即个关系创造的即个过程，真特别，真特别。好，来咱来看，上帝借着伊的形象创造人，这是今仔日咱伫圣经内面记载真重要的经节内面。创世记的1章26节，上帝讲借着咱的形象来创造人。其实我详细去看即句话的意思，原本其实这是上帝真意爱用所有伊的形象，安尼咱我细汉拢会想讲，安尼上帝是一粒头，有手，有骹呢，借着伊的啥形象。后来渐渐大汉了，我才发现讲，哎呀，若是安尼，我看过真侪而且无论是即个圣经学者的解释，原来上帝讲借着伊的形象创造人，因为这倒出牵涉到一个问题。或者讲兄弟姊妹，你会想着讲，查甫查某，上帝是安尼创造对不对？男女，安尼是毋是有女的上帝，男的上帝？捌想过无？应该捌吧。咱到底上帝是女的还是男的？当然，咱若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时阵，咱就限制掉上帝的创造啊。上帝是超脱出这个男女的概念，总是伊有即款咱有上帝的形象。那安尼咱甲上帝是上帝，人是人。所以后来我渐渐去了解讲，原来上帝的创造是爱咱人甲上帝有真细正、真好的啥关系，迄个关系连结的关系。咱若甲上帝会当做连结，咱就会当想象迄个咱要安怎样伫上帝国度内面，咱会当知影上帝的旨意，咱会当体会了解上帝的旨意，嘛清楚知影上帝互咱的使命是啥物。咱若会当安尼来行达，咱来思考，迄叫做信仰的体会，信仰的经验，信仰的经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借着伊的形象创造人，好来，咱一个人有啥物？咱讲人有啥物？有灵，对不对？有灵，你看会到的，看袂到。迄个灵就是啥？生命的核心，生命的核心。迄个生命的核心，就是你开始会当有即个啥，上帝所想事的实灵伫咱的内面，伫遐咱会当有思考，伫遐咱会当有啥？会当有自由的意志，伫遐咱会当去批判，伫遐咱会当有喜怒哀乐做，迄个生命的核心来帮助咱有一个生命魂，有一个生命活命，所以活命是内在，展现出来都是啥？就是体，就是所以上帝借着伊的形象、灵魂、生命的核心，而且你教咱有一个生命来产生，而且咱借着肉体外在的表现，肉体就是外在的表现，安尼有清楚吼？即个魂就是内在表现，咱有啥？咱有生命，咱有活命。所以咱咧表现透过咱的肉体表现出来，咱的生命，对不对？是安尼，是安尼。所以肉体有一天会过去，总是咱会当有啥？上帝的应允，上帝的祝福，迄个福气，迄个啥？迄个稳定，永远我的稳定，永远我的稳定。所以头一点，咱甲上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的，咱做阵来分享的，就是迄个永远我的稳定，就是上帝的稳定。咱人被造，借着上帝的形象，咱有上帝的稳定。稳定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咱知无？稳定就是无应该得到的，咱却安怎？却得到啊！不应该得到的，我们却得到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无应该得到，迄叫稳定，是毋是？你无应该得到这份，你无应该入去迄间公司，但是安怎？竟然你被选进入这间公司，竟然咱被上帝来竞选，成做伊的囝儿，这若是一个稳定。亲爱的兄弟姊妹，
哎呀，哪尔好？即款的问题，我相信咱真做被造的人，一定有做喜乐、感动。我相信这就是咱伫上帝恩典内面，互咱看到。所以今日透过创世纪，互咱看到上帝就是啥？就是全能的主，上神嘛是恩典的主。伊照伊一切的原理创造世界万物一切，所以借着伊的形象创造人。所以上帝创造所有的物件是用讲的，对不对？用迄话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咱都上帝用话直接讲出来，这个是显明上帝靠原灵，人话袂使无法度。人讲你即个创造即个花，讲即个花会当插安尼无法度啊，一定要安怎？咱的肉体伫遐来运动，有生命力，伫遐插出一盆诚水的花，迄个生命力、灵魂，上帝会了你。所以伫上帝万事拢会，当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伊毋是喙凊彩安尼讲尔尔。伊是借着按照着伊的形象伫遐创造人，而且是啥？最后甲创造，对不对？最后甲创造人，所以因为上帝知影人需要的一切，所以创造人真正先爱安怎？上帝备办好势，世间的万物伫遐第一天创造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最后伫遐甲创造人，这就敢若共款。当红鞋啊咧出世进前，咱开始会想啥物？我爱买鞋啊，爱买较新的衫，爱去买即个婴儿床，也是爱去学这，咱会当想象，咱买啥物物件准备好势啊？等待啥物？等待红鞋来出世。所以上帝将伊的气伫遐安怎分一口气，伫人的鼻孔，互人称做有灵的活人。所以对于安尼，咱会当通知影一件代志。人讲，或许动物敢有灵魂？你认为咧？现在也是问，动物敢有？无啦动物无。伊伫迄个过程中，咱上帝来帮助咱，诚做管理者，有即个啥？有即个讲诶？生命的核心，帮助咱对内在活出这个生命，互咱的身躯、肉身肉体表现。所以为什么有科学、有医学、有艺术，有各种学术什么学？迄款的产生，就是啥？对咱信仰的核心，伫遐表现出咱内在的生命，用咱的肉体伫遐来做行动、付出，所以全人。所以上帝创造咱实在是奇妙，对不对？实在是奇妙。所以这就是一款的啥？稳定。但是这当模糊电脑，我的电脑是真清楚这是秀出来这写这是稳定这是稳定。咱甲上帝连接迄个稳定伫咱心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咱是毋是应该爱感谢上帝？咱会当有即个稳定活伫即个世间，有限的年日，但是咱会当有迄款永远活的愿望。咱讲真意爱迄个永远活的愿望，若是干那等待呢？咱伫地里，就若亲像伫天里的实际。这是真奥妙的一件事。我相信，牧师伫安尼讲，咱真毋茫无兄弟姊妹会当去回想你过去的生活甲即马，甚至是甲你即个用即个信耶稣进前后，我相信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即个信耶稣的前后愿意接受耶稣成做你生命的救主，以前以后的迄个过程。所以，无论你是毋是细汉伫主日学大汉，伫教会主日学大汉，我相信咱拢有一款的经历。有时咱嘛会安怎？因为人的原因，嘛是人的原因怎走出去？因为人的原因，
无理解咱即个信仰，反倒转还佫有侪批判咱即个信仰，怪东怪西有无？嘛有。我相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中间，特别是伫咧信仰的生活内面，我相信咱拢捌安尼过，无得较某一个人互咱看到，某一个信仰的前辈，某一个即个信仰的后辈，互咱伫迄个信仰的过程中间滑倒，有个人讲我再也不来教会了，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有哦，有。我在讲伊就会放弃即个问题，白白的问题，当价的问题，有约的问题，一直到信仰，最后所定死的时间，为咱赎罪迄款的问题，重价的恩典，当价的问题。所以咱爱感谢嘛，是毋是？咱爱感谢上帝。真正感谢上帝，咱即款的问题，人是啥物？人就是被做上帝创造，互咱有灵魂体的即个过程中间，帮助咱会当来回应迄个上帝的听。所以愿主来帮助咱，这是头一点。咱定义咱应该爱知影、爱了解。好，来第二点要向你姊妹分享，咱一定会想的。一定会想到的。安尼，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啥物啊？这嘛是基督真理内面，咱定定甲兄弟姊妹在分享的，但是伫基督真理内面分享的真简单，袂当讲真简单，就是真重要的两点。总是伫遮牧师用3点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啥物？创造这个大自然，创造这个世界，特别创造人的目的是啥物？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要甲上帝会当安怎沟通、甲上帝有四正的关系，甲上帝有四正关系。其实圣经内面记载真清楚，定讲到上帝甲人拢会安怎，拢会对人讲话，上帝甲人会对话。所以，照着迄个对话，伫圣经的记载，做上帝启示先知，上帝启示以色列百姓，甲新约的时阵，圣神保惠师来帮助咱去了解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话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伫遮上帝甲咱人定定咧对话啊，定定咧讲话，是讲咱有时啊，耳孔会安怎？耳孔会凸起来，咱一下要讲耳孔凸起来的时阵是啥物款的情形？所以上帝正着圣经上帝的话，正着伫圣经内面的迄个年代记载，上帝伫遮，遮个先知，遮个兄弟姊妹以色列百姓伫遮定下咧讲话，表达传达上帝的心意。人也是透过献祭，透过祈祷，透过团契，甲表达咱人甲上帝的沟通。所以，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之一。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拄才所讲的。所以，伫旧约的时代是安尼，伫新约的时代嘛是主搁较用啥物？用一款的比喻，葡萄树甲葡萄枝伫遐比喻迄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树枝会当得到成长，毋是即个树枝有啥物款的即个能力开来。是因为结连伫咧树仔本身内面，伫遐有养分，伫遐枝袂当离开即个树仔，若离开就无效啊。用即款的比喻来甲咱讲，所以意思就是，咱会当伫生活内面、信仰生活内面，咱来反省一件代志。咱做定量好无？咱安怎预备来？通停止聚会，希伯来人书第10章25节的记载。所以讲，咱有前真侪教会拢暂停聚会，但是咱有所谓暂停聚会，毋是停止聚会啦吼，是咱继续伫线顶聚会。有诶教会真正是无法度，连线顶都无法度伫遐来放散，所以有讲去附近诶教会伫遐看到也是讲附近诶即个用即个网络，毋是附近是用网络伫遐来组织聚会，总是
嘛是无停止聚会，是啥？是即个时代环境的原因。伫战争的时代，永远无停止聚会。即个战争的后边个永远伫咧即个群众的所在，即个百姓永远伫咧即个战火吼，即个烧台的即个过程中间，伫遐有安静的心的时刻，伫遐来处境，伫遐来聚会，毋通停止聚会。即个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的。咱甲上帝的沟通，即使若停止，我相信咱会开始毋知影要安怎。这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之一，爱咱人甲上帝有真好的连接，有真好的沟通。透过啥？人甲人中间，兄弟姊妹中间，互相伫遐有迄个团结的生活，小组内面的团结生活，小组内面的团结生活，这是真重要。所以牧师真期待还袂参加小组，也是参加团结的兄弟姊妹。咱若是干那伫主日礼拜来甲上帝殿里，咱来敬拜上帝，这是咱甲上帝的结连其中的一个部分。真好，但是搁较好的，当是咱甲上帝的结连，甲人的结连，参加聚会，参加团结小组的聚会，会当透过甲人的结连，甲上帝的结连，因为安怎？拄则咱所讲的，咱人是安怎被创造，借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所以这是稳定的，咱来把握，咱来珍惜。即个兄弟姊妹，这是真好的情绪，毋通停止聚会。所以聚会就是讲，信徒兄弟姊妹，咱甲上帝会当同经，会对话，同好的方法，同好的机会。所以咱毋通随便就去杀即个好的机会。但是安怎？真可惜。为什么真可惜？人就是安尼，因为什么？这是安怎答？罪啊！因为罪的原因，只教互咱伫遐甲上帝隔离去，离开上帝。即摆图咱定下咧看，罪就是安怎无写着即个中心点。即几礼拜咱定定咧听着。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拄无？爱学习赦免原谅，这是对以前古早一直到现代无论是牧师还是讲咱团结咧聚会、小组咧聚会，拢会提出来讲的，提出来分享的。伫迄个过程中间，我相信咱定定拢会去体会嘛，经历着迄个罪伫咱的生活内面。我就真无愿意看到即个人求主来赦免我。我就真无爱讲迄个过去的遮个故事，但是迄个故事，拢伫咧我的心内面，拢无法度放袂记。咱定定安尼一摆、两摆、三摆，甚至是咱来教会咧聚会的时阵，小组咧组织的时阵，咱有当时啊将迄个怨恨也好，也是啥，也是咱看袂、看轻的物件，做，直到迄个罪一直伫咱的生活内面，伫遐不断咧产生。所以，因为安尼人甲上帝有离，上帝关系，就安怎，就哪来哪远。虽讲咱真意爱，但是咱却做袂出来。有一点我就是像保罗想我想要做迄个好，但是我想无法度，因为我即个肉体一直向啥，向迄个歹的方向去。哎呀，苦啊，是毋是？使徒保罗有即款的体会了经验。我相信你我亲爱兄弟姊妹，咱拢捌有即款的经验，即款的经验，就是哎呀，干脆莫去聚会好啊，哎呀，干脆去其他的教会好啊。总是咱换一个所在，迄个有改变无？迄个心永远无改变，因为你无法度，咱无法度了解着，迄个定时是伫咧顶悬主耶稣安怎样为咱死，安怎样帮助咱会当学习。主导文内面，赦免我的过误，亲像我有赦免倒有我的人，这是其中一部分。哎呀，有主怜悯，有主帮助。
因为罪，互咱甲上帝隔断，甲上帝迄个距离。所以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安怎？要挽回，要安怎？要真意爱，会当互相有真好的沟通。所以上帝透过大自然，上帝透过咱互相相听，上帝透过见证。所以伫遮特殊真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听到今仔日即个题目人是啥物，好好来反省、来思考。那感谢上帝，因为伊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咱会当甲上帝有真好细正的关系。透过圣经，透过团契的聚会，小组的团契的组织聚会。所以因为安尼，咱嘛知影。伫创世纪内面，迄个亚当夏娃拄仔开始的迄个罪，咱原始的迄个罪，伫迄个过程一直留落来，遗传落来，甲咱即个世界，迄个罪性悠远不久。原主能力，原主帮助咱，所以求主保守大家。好，这是第一点吼。即个。上帝创造人的目的，爱甲伊有沟通。第二个，受到上帝的托付，这是创世纪内面会记载，伫圣经创世纪内面记载真好的一个帮助咱来认捌，咱人是啥物，也就是上帝所托付咱安怎托付咱，除了会当甲上帝有好的沟通，有过来真重要就是。上帝吩咐人、交托人、交代人管理这个世界，是毋是？交托吩咐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咱伫创世纪内面，经文内面第一章内面嘛有讲到，真侪上讲到上帝要爱人来代替伊管理伊所创造的大自然，这个世界。所以上帝无将世界交予天使管理哦。是交互人来管理，因为人有按照着上帝的形象而做，所以上帝真看重。所以人既然有一款的因果，咱应该爱做好的关系，上帝好的关系。但是安怎？因缘人失败，是毋是？因为我拄则讲到这个罪。地教互咱安怎？迄个做地教互咱开始对爱定落园迄个过程，咱就通知影。所以人是接上帝创造，上帝看重，但有即款的即个因果公义，但是人安怎？人无用去啊！上帝爱咱管理即个世界，但是人安怎？人却无好好管理即个世界，是毋是？咱看即幅图。我毋知当看清楚，感觉是对有诶关系。我下一厝用较大张诶吼，这真侪垃圾伫遮伫公园内面这拢粪扫，真侪。这是咱事上看到，咱讲咱伫有人诶所在，有粪扫诶所在，都有人经过。咱伫台湾诶环境内面就是安尼，咱定会看到即个海岸海边有真侪诶粪扫。伫遐无论是倒位，可能世界各国安尼飘过来，伫遐，咱定定看到真侪环保的团体伫遐来捡粪扫。咱的教会主理到学生慢慢去捡粪扫过。伫咧迄个海岸的所在，所以这是咱受到托付上帝交托互咱，但是咱却破坏迄个咱甲大自然的关系。所以平常咱有上帝的平常，但是咱却无好好珍惜即款的托付。所以愿主来引领。另外就是咱无好好管理好咱家己。上帝托付，互咱会当通管理大自然、管理世界万物，上时咱也爱好好管理咱家己。讲到这，其实有侪咱需要做信仰的反省啦。牧师嘛无要搁加讲啥，但是
咱求主来帮助，咱真正爱好好啊管理咱家己。你有疼惜家己无？咱上帝殿，咱的身躯就是上帝殿，伫遐咱是毋是有好好啊疼惜肉体，疼惜咱的心灵？上帝所帮助咱是毋是有好好啊疼惜，好好啊管护？所以这是咱看到咱现主时的状态，咱对伫大自然，咱对伫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真简单，但是就是这是咱的生活，听咱生活伫即个环境的内面，有拄时咱会讨气，有拄时咱会向上帝讲，上帝啊，当咱咧讲的时阵，有拄时咱犹原还咧做遮个事，愿主来领领，真正愿主领领帮助。第三，要来讲到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受到托付，甲伊有交通，也受到托付。咱来管理即个世界，管理好家己，搁来，搁较重要的，以后真理内面定定拢会讲到，就是安怎？咱做阵来读一遍来。因要神的名因要上帝的名。这我相信咱清楚啦因要上帝的名，因要上帝的名。这个因要上帝的名，我就想到一段。小小的故事，嘛是伫创世纪内面。咱知影以撒因来到即个别是巴的所在，因伫遐要乌井，要乌井，拄着即个阿比米勒，即个阿霍撒，阿非国，因遮个人，嘛走去甲即个别是巴的所在，要甲伊讲和啦。以撒讲。我已经出来了，我已经来到遮，为什么恁要搁约甲即个所在啦？为什么恁要搁约甲即个所在？结果遮个人，比比咧，遮个人伊讲即句话，伊讲：我明明看见耶和华甲你伫白，所以因知影，然后我明明看见耶和华甲你伫白，迄个福分，迄个福气。上帝甲你伫地，阮真欣赏。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嘛，有人是安尼来甲教会，因为咱真欣赏某每兄弟姊妹，伊哪会对人遮尔好，伊哪会做人遮尔好。我真欣赏，到底是伊是安怎，哪会遮好？哇！原来伊见证上帝听伫伊的心上，所以安怎，伊就带领做人。甚至是人看到即个好的表面，来到教会，即个兄弟姊妹，应要上帝的名。你伫你的事业，是毋是有应要上帝的名？这是老生常谈，但是这就是咱人存在的意义。上帝爱咱，而且来应要伊，咱被造的目的。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也就是应要上帝。咱若说每一个兄弟姊妹理论上，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安尼来做的时阵，我相信这就是一款的传福音。咱嘛毋免安怎，毋免伫遐用真多的方法策略，是啥？是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咱就会当表达出来，彼此相听，彼此原谅，伫迄个过程中间。人都因为看到安尼知影，你是耶稣的学生，是毋是？愿主来帮助，愿主来领领。所以差不多，今仔日的即个题像你讲差不多就是安尼。学书真忙，咱兄弟姊妹，过来咱来实践，最后一点。咱当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所欢喜的人，我说真毋茫嘛期待咱拢会当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伫上帝创造的过程中间，圣经一直提出讲到即个话，什么话？上帝讲，我会创造安怎？看做是好的。上帝看做是好的，伊会创造所有的创造，拢看做是好的。但是因为咱知影，迄个亚当夏娃犯罪了后，罪进入了后，一切拢改变。
做破坏咱甲环境、咱甲人的关系，搁较破坏咱甲上帝迄个关系。所以今仔日咱要安怎样来重建上帝所创造的即个美丽的爱的乐园呢？希望有3点小点，感谢姊妹做阵来分享头一点，悔改认罪。这故事毋免加讲啊，是毋是？咱承受迄个心，会当来悔改认罪，求主的宝血洗净咱一切的罪。即个人咱知吼，这份真出名吼。我无要批判即个兄弟吼，伊讲伊细汉嘛是拢有教会大汉吼，啊伊嘛问真侪信仰的问题，但是拢无法度满意。无法度满意信仰的问题，我是个人感觉，当一个人无法度满意别人要分享即个信仰的问题的答案的时阵，表示其实伊心内面基本上都有一个答案是无符合伊的答案，安尼，无符合伊的答案，所以伊无法度来所谓的满足，所以这是人常常会拄到的。我相信这是真平凡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会当通知影，无论是即个人的信仰的状态是安怎样咱会当人讲较可笑，即位兄弟较可笑，但是重点是在咱要安怎样来规划伊，重点是啥？重点是咱来当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咱一切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的1章9节，悔改认罪。愿主来帮助咱，会当有悔改认罪的时刻。上帝，甲咱头一点，真做主所欢喜的，真做上帝所欢喜的。第2点，咱向姊妹分享，恢复甲上帝的交通。拄则有讲到，上帝创造咱的目的，就是爱咱甲伊真好的机会，会当通讲话的交通，恢复甲上帝的交通。这嘛毋免加讲，因为安怎？咱有查经班，咱伫小组内面、团契内面有分享上帝的话，逐礼拜咱拢会当伫团契的生活，伫小组团契的生活内面，所以甲上帝沟通、领受上帝，守护咱的能力，守护咱的智慧，来清楚知影伊的心意，建立甲上帝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无别项，透过团契的生活、小组的生活，小组伫团契的内面的遮个生活，透过咱兄弟姊妹伫信仰的团体内面互相勉励鼓励，伫出去，咱讲信仰生活这都是信仰生活到最后一点，做好上帝中心的关系，真毋通期待咱拢成做一个好的关系。好的关系是真重要。咱有即款的能力，上帝赏赐帮助咱有即款的能力，有即款的气力，好伫遮成做上帝好的关系，好认识，好认识。好，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最后，我用传道书第3章11节，甲咱做一个最后的勉励甲结束。我来读，咱详细来听。这段经节其实就在回应上帝创造人，人是啥物？咱的人最终最落尾而且的同好的解说。上帝创造万物，佮按其实诚做美好，佮将顶心原为是顶管佮将顶管安置伫世间人的心内面。我相信咱拢有即款的愿望，对不对？咱拢有即款愿望、顶管的愿望的爱，会愿望但是上帝坚持上帝对头到尾会作为人为切头。虽然看起来真深咱咧想即句话是啥物？
但是重点咱会当来熟课哦。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仍不能参透。上帝予咱一个愿望，咱会当知影咱有款永远活的愿望。咱会当有迄款永远活的愿望，也就是咱伫世间爱安怎努力打拼，彼此相听，荣耀上帝的名，见证上帝。伫迄个过程中间，咱有一日伫天灵三更的时阵，咱就会当完全来了解上帝的作为。愿主来帮助咱，互咱嘛会讲搁一遍来体会，咱伫即个世间的日子，咱会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拢有上帝的创造伫即个内面，互咱人甲大自然、人甲上帝，拢会当过好。愿主来帮助咱，诚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人。将三个阿头来预备。听完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搁一遍伫主的面前承认阮的不足，阮伫上帝面前搁一遍的认罪。主啊，阮无好好啊来接受上帝的托付，互人好好，阮甲上帝的关系。有拄时嘛真凊彩，阮有时因为你所想事，互阮的自由意志，直到阮忽略上帝创造奇妙的原理。主啊，阮感谢你，会当透过上帝你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也就是你的话，搁一遍安慰阮、牵教阮。扶持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帮助阮会当透过你的创造，互阮更加明白，阮人被造，就是要来敬仰上帝的名，就是要甲上帝有更加好的沟通，互阮嘛会当伫遮受着上帝的托付，好好啊，搁一遍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上时嘛，好好啊管理阮家己本身。主虽讲迄个罪一直存在，一直引诱阮、迷惑阮，总是阮爱倚靠上帝来得到最后的胜利。哈利路亚，感谢天的上帝！你是讲，互阮有遮尔多困难的难关爱来经过，总是阮自身来看主耶稣基督，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搁一遍甲你搁好。甲兄弟姊妹搁好，甲阮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搁好，阮实在是感谢上帝有即款大的福气伫阮的内面，阮理当应该搁较认真地义伫阮的生活内面。愿主怜悯，愿主帮助，愿主赏赐，愿主祝福。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话，咱到底问信息470几首，下落人特登倒等，请起入来信息470几首，下落人就行倒等。
请掀开咱的书柜内底。咱最近来看同工的事况。第二礼拜，本周书会李主任、苏琴林师母交代书篇与年轻欢迎邀李进来献花和亲礼，会前领唱包括了现时新歌队、音控林玉英与新友、查经罗桂珍。欢喜礼拜，书会李主任敬拜团。交代书篇并年轻欢迎邀李进来查经罗桂珍。澳洲的事况第二礼拜，书会胡永雄、苏萍、邵思玉交代书函朱玉玲、吴顺、罗秀美献花阮准德。会前领唱包括了献诗信歌队、音控李新宇。查经林鸿修，后礼拜外语书会柯永龙敬拜团交代书函朱玉玲、吴顺、罗秀美，查经林鸿修。有会人数甲方面，咱请咱家己来看。本会消息，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教会聚会会有做调整吼。第一点。本会所有聚会即摆拢平恢复实体聚会，咱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若有迄落要看你的举个，请甲咱的牧师讲，通好互咱的教会当来关心你吼。若是咧举个的时阵咧厝里有啥物需要帮衬的吼，有啥物紧急的代志爱处理，还是然后有较艰苦，请咱甲咱教会讲，通互咱教会会当实时咧甲咱来斗相共。第二点。今仔下晡1点半召开幼稚园董事会，请咱有相关的同工具心来参加。第三点，主日是咱罗牧师来甲咱讲道，特别是梅仔。第四点，小会定咧8月7日举行圣礼典，学台华语是分开的，要举行市民的洗礼，有真美仪、甘玉娇、李家祥。第五点，本会附属的协会定咧7月25到29，要举办国小的庆典营，请咱来关心台岛。第六点，台北中会西区妇女会，在7月30日拜六，就是即个拜六早起10点，要本会要举办联谊会，邀请咱兄弟来斗阵参加。请向咱的迄个老决定技术，还是咱的干事来报名。请先开第后标面，关怀台岛的部分。第一点，在厝的调养的兄弟，苏明谦姐妹先生、陈玉芳、刘志金、大建弟、林建弟、林德修、潘英洲、胡世明、金文德。白林霞、罗金丁、徐建庭、甲林丽女子，咱该摕咱的迄落地岛内底来甲因带倒。那带因的部分，有李书范长老的妈妈谢惠美，廖卫新、李世明，本店兄弟的妈妈，阁白邝秀英、魏静婷。厝外有吴伟玲兄弟一家，咱大家在咱的。迄落地岛内底来甲因关心，牧师，由我介绍一下吼，来几啊摆啦吼，即个玫瑰节啦吼，来请起你一个，互咱大伯啊来个欢迎，伊应该是姑姑啊，姑姑来因后生住伫南口，搬来南口住，所以为北港伊是北港顶落教会的会友拢会为北港来姑姑来看后生一个好，咱搁一遍拍我欢迎大家来，我来补充一下，咱第六点吼，即个中华西区妇女会妇女事工部，咱是属于西区吼。咱的偌几任职事就是区长，所以真邀请邀请咱所有的，若是姊妹啦，其实兄弟嘛拢会当来参加。兄弟姊妹，咱做阵会当来参加。伫即个拜六，特别伫咱的教会举办。
所以这需要报名因为有中餐中餐所以毋茫兄弟姊妹，今仔日阁会当报名今仔日阁会当报名邀请咱做阵来参加因为西区其实有妇女会教会即个姊妹咧参加真少较少，有一咱西区有19间教会但是有妇女团契愈来愈少所以毋茫咱兄弟姊妹特别咱遮姊妹拢会当来报名来参加，伫礼拜六早起10点礼拜六早起10点这真特别，伫咱的教会中会看重选择即个场所伫咱的教会过来咱若有看到10月份嘛有一场嘛是伫咱的教会，这是中会青年部办的伫咱的教会，因为一台有咱请载咱遮的中会伫台北市的遮个教会的青年，一台有咱请会载来咱的教会来聚会所以即个中会看重咱伫南口遮个教会遮个事奉所以像顶礼拜咱有61位伫个遮来志工培训的训练即个咱所谓是总会总会平安基金会办的伊甲咱学了讲因办以前拢是足侪教会，几若间教会集合起来差不多40-50个敢若即边办咱家己教会就差不多要50-60个所以因真感动邀请咱兄弟姊妹伫拜六的时阵爱报名爱报名。好，即个报告。过来是补充一个住院的部分，师范长老的妈妈已经出院已经伫厝内面调养胃肠较无好胃肠较无好所以已经出院感谢主。咱嘛继续为着住院的遮个兄弟姊妹遮来祈祷关心。好，以上。多谢老师的补充咱方面的部分，咱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来看，若有写平台，咱再来甲教师再来引进。咱即时做伙来看本周的题目，咱就报后壁，创世第1章第26节，咱做伙来看，来开始。上帝讲，咱就做人亲像咱的神。就让你换，我一关律还有体言教，甲真实，甲全地，一笔的像看法。这是咱来念上灵，上灵511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阿罗上帝至关至尊，咱请起来念，印刷嘛请咱牧师来甲咱教导。对即时一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闭会。